眼睛一刹清明节也呆着。对于你一点会分被你楼啊喊得起个人，与其在粪坑堆上去干奶嘛，还不如在做忙人经常去个地方来逛逛。与其冒着青头子，先进去了粪坑堆边上个香河烂套铺，还不如自家珍珠档再饭吃。杨澜同的3600，谁说打发干花子嘛还要让拨事业单位退休个人来倒腾？与其浪费辰光做三包，还不如抓紧辰光思考人生。千万不是往了床浪向个辰光，身浪向哪还晒脱点懒人头去。余超龙实验，想当年一船一船的把泥筐通过3趟河运向四面八方，本来种地方打我浑身发达高，因为你晓得了，还得上过30年班，阴差阳错成为我每年侪要来打卡的常客。3趟杠，你也算里走得最多的一段路，从30岁走到60岁，从远跑走到赶集通技师。去年当我一台美国去的一个退休医生，你今朝当我讲，我辣开医学院的辰光拿了多少？我辣搭病人开单的辰光拿了多少？你活该退休工资3600，还发给我一个零头。那么想想你啊，50年在上海财经大学毕业，啥个代理退休工资还发给乖乖在带马桶的朋友？谁说你活在现代，富还差个7000块？正好看到小戴姐姐，是到上海打脚踏车带手走了。对个，哎，我算聪明了的。最近网上买过你东西的直播间里，忙个啥么子？粽子还咸鸭蛋，鼻子上没打，要叫伊修饰了。老刘，我也蛮喜欢老刘的。不要提老刘，地上正好是个安仔啊，安仔那不得了，我走了啊，拜拜，后会有期啊，后会有期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你好，哎呀，真家好。记得讲起啊，你活辣海个辰光啊，最欢喜吃个物事是猪腿肉，遗传基因真的强大。现在搿个爱海啊，竟然落单子我身上来着，可惜3趟杠浪个阿困猪腿肉关脱着，搿点年兽寻来寻去，还是虎门黄岗浪向个来鹿干，有点当年阿困的味道。来50块洋钿猪腿肉，好嘞，好，再来啊！一道177啥年子？还是海猪腿肉。我们去买个还觉得呢。来鹿干，你这猪肉啥人家买的？来鹿干，还觉得不得了。你是别动的哇？一个，人家讲的这个呢，50块洋钿出脱，真的当我吃饱了真恰好干，一面吃一面想要，吃得到想得到，反正粉我肯定发上的。